咁筍嘅屋，你等等，我而家就喺加州花園啦，我即刻過嚟睇，你等我啊！我係邊個啊？四眼哥哥去睇屋。咁今日嚟到加州花園啊，去睇一間967尺、接近1000尺實用面積嘅低門檻入場版 house。咁入邊嘅裝修咧都 keep 得相當之唔錯，基本上可以話咧即買即住。咁啊，而家 let's go。Hello，welcome in。歡迎嚟到四眼哥哥去睇屋。咁睇呢一間屋之前咧，指定動作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。咁而家咧呢一間加州花園咧，大家跟住入嚟啦。實用967尺，花園咧就340尺。咁啊都係用翻3房一套嘅間隔啦。咁其實同我上一條加州花園片咧，其實個實用面積係一樣嘅。咁當然呢一間個花園會大少少。我哋稍移玉步上去客廳啦。咁我哋咧喺幾個角度望一望個客廳咧，咁成個客廳咧大概125尺大嘅，咁個樓底高度咧就大概有2.5米左右嘅。依家咧，我哋嚟到主人套房，咁單計個主人房嘅面積咧，大約有90尺，然後外接翻一個45尺左右嘅露台咧。嚟到第二間房啦，第二間房咧大概75尺大，咁同樣外接翻一個露台咧，咁呢個露台咧就變咗係一個環形嘅露台，咁成個露台咧大約有45尺大嘅。偷得浮生半日閒，加州低水一定賺。呢一間屋咧開價1078萬，咁實用尺價咧大概就11000蚊尺左右咧。咁咧如果以自己住嚟講咧，咁最高嘅成數咧係可以借到900萬嘅。換言之咁講，成本咧170萬，再加埋印花稅大概30零40萬到啦，即係220萬左右咧，已經可以擁有一間967尺嘅屋，三上電可以做到中快速充電嘅洋房啦。咁啊，亦都去到最尾嘅部分啦。咁大家睇完呢一間屋，覺得都有興趣想了解多啲，甚至想親身嚟睇咧，咁啊記得揾我四眼哥哥去睇屋啦。咁同時最尾咧，亦都要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俾個支持我，繼續拍多啲片俾大家去望啦。